創業想成功，第一件事唔係做，係斬斷呢條打工仔輸血管。見住太多人創業做到隻積咁都失敗，唔係唔夠努力，係個腦仲插住條打工仔輸血管。你有冇呢種責任感啊？等緊人俾指示你先咁行動，驚自己界線門檻太高，縮沙唔講，賺到錢唔敢再投資，死死地袋住先。遇到困難心入邊嗌，點解冇人幫我搞掂佢啊？我太明白啦，企專櫃20年，我每日等上司派target，驚客人投訴，驚公司扣commission，對打工安全意識已經入血入骨啦。但當你創業仲用緊呢套思維，就好似揸住法拉利入一波咁，仲問點解唔去？真創業要換嘅係老闆腦，冇人俾指示嘅，自己創造規則咯。怕收得貴，睇自己提供嘅價值，唔係睇個客個樣。賺到錢即刻再投資落自己同埋團隊嘅成長。遇到困難心入邊笑，又到升級嘅時候啦。轉型第1年，我親手斬斷條輸血管，唔係靠勇氣，係靠呢套換腦手術。你嘅事業而家係咪窒息緊啊？可能唔係缺方法，係你個腦缺氧。喺下面留言換腦，送你換腦手術3部曲。